大家好，我係嘉里。呢一場關稅鬧劇又有新發展。最新美國白宮宣布，針對中國近期嘅報復性關稅行為，美方就會針對特定嘅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最高達到245%嘅關稅，作為反制手段。聲明強調呢一個唔係全面嘅關稅，而係對中國報復嘅行為嘅懲罰性嘅反應。只係針對具有國安同埋經濟戰略意義嘅特定品項，例如稀土金屬、關鍵礦物同埋佢嘅衍生品。白宮同時宣布，已經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啟動調查，評估美國對進口加工關鍵礦物嘅依賴是否構成國安威脅。關於呢一個美國232條款，係依據美國嘅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規定，容許商務部產業同埋安全部調查特定嘅產品嘅進口是否會影響到美國嘅國家安全，並且要喺270日之內向總統提交報告，判斷貨物進口喺數量上面又或者情況上面係唔係已經威脅或者損害到國安。如果係嘅話咧，總統就有權去實施關稅等貿易限制措施。咁早前美國已經展開咗進口晶片、晶片製造設備同埋藥品嘅調查。今次就加入埋呢個加工嘅關鍵礦物。咁美國喺1979年同埋1982年已經先後針對伊朗同埋利比亞石油去使用呢一個232條款進行調查，並且就採取咗禁運行動。不過亦都有啲例子，就係調查完之後，美國政府係冇採取任何嘅行動。至於是否採取行動同埋採取啲乜嘢行動呢，全部都係由總統一個人話晒事。咁暫時依我所睇，Donald Trump 政府嘅行徑更多嘅就係一啲政治上嘅宣示。正如我喺上一條影片講到，一旦關稅超出咗某個範圍，更高嘅關稅其實都只係一個數字遊戲。但係最近呢兩日同啲做生意嘅朋友傾偈呢，我就認為 Donald Trump 呢一種經常變嚟變去嘅關稅政策，某程度上其實係打算去擾亂市場嘅資訊同埋正常嘅商業運作。因為而家中國嘅廠商只能夠有兩種嘅取態。第一種取態就係喺未揾到新客源之前，盡量去保留實力，反正都已經係揾唔到錢啦，咁就乾脆去減省一啲生產規模，將一部分嘅工人放假。但係又可能面對緊啲生存同埋經營上現金流嘅問題，例如一啲已經做好咗嘅模組，一啲利用借貸投資落嚟嘅機器，同埋廠房租金等等。咁另外一個取態就係對住啲外國客戶表示，而家最新嘅價錢就係要咁多錢㗎啦。咁就視乎客戶對於呢一件產品嘅依賴程度，同埋呢件產品嘅市場有冇空間可以接受到一個更高嘅價錢。例如一件同類型嘅電子產品，可能喺美國生產比起中國生產係貴咗4至5倍。就算再加埋關稅上去之後，兩者之間嘅價錢仍然係有一定嘅差距。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連啲廠商做報價都做唔到。例如2日之前按照最新情況，100蚊嘅貨收145蚊關稅，連埋運費 total 300蚊。如果個客係已經同意咗嘅話，咁可能喺個訂單上面就會要少啲咁解嘅啫。至於廠商收到預付款之後，就會去買原材料，買完之後，而家美國政府先至再宣布最新嘅關稅已經去到245% 啦。咁多出嚟個100蚊，咁邊個負責呢？講到尾做生意都係要計數，要講求穩定係好重要。例如原材料嘅價格要穩定啦，匯率要穩定，市場要穩定，航運要穩定等等。咁而家就有好多不穩定，亦都不可預測嘅因素，令到成件事就好難做。咁最近京東就宣布推出咗一個2000億元嘅出口轉內需嘅扶持計劃，去幫助啲企業盡快去開拓國內市場。但係個現實就係外貿訂單係根據客戶嘅規定而去生產嘅，即係話相關嘅尺寸同埋標準都唔一定適合國內嘅消費者，甚至乎外貿訂單嘅產品根本就喺國內消費者係唔吃香嘅。咁所以就係唔係話想象之中係咁簡單。內銷是行不通的，不做國際貿易必死。第一就是價格，
外贸的產品利潤都是比較高的，讓我們回來和拼多多比一比試一試，瞬間被秒成渣。至於京東，什麼只不過是跟風響應政策，大強子自個都開始捲外賣了，他只不過想明年跟造機器人的一桌開會而已。第二，我們外貿的產品在國內幾乎是沒有需求的，比如游泳池、衝浪板，這些在國外人人都有稀鬆平常的東西，放在國內有幾個人能達到這個級別的消費的，享受得了這個東西？所以多出去看看，外國人的生活和你不一樣。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啦，又有唔少嘅中國工廠嘅員工湧入去抖音嘅海外版 TikTok， 用英文進行拍片，目的咧就係向海外嘅消費者展示，你哋而家消費大額金錢去購買嘅名牌服裝同埋手袋，其實都嚟自於一啲廉價嘅中國加工工廠，例如一條200蚊美金嘅 Lululemon 瑜伽褲。其實成本咧，只不過需要5至6蚊，即係鼓勵美國嘅消費者直接向工廠進行採購。咁一條瑜伽褲都係5至6美金，打埋關稅之後都係20蚊美金以內嘅事。Does Lululemon have OEM factories in China? Of course, yes. Xianglong Apparel, Hongqisheng Clothing. Both of them are in Yiwu City. They supply a lot of yoga suits with good materials and high quality for Lululemon. But the cost is only $5 to $10. They also make products for other famous brands like Fila and UA. If you want to source clothes with good quality and low prices, contact me. I will help you. 咁有一名銷售奢侈手袋嘅博主就表示啊，你哋見到嘅名牌手袋付出嘅金錢90%咧，都係俾咗個 logo 錢㗎啦。影片咧仲列出咗供應商嘅官網同埋聯絡方式，方便啲使用者直接落單。關於呢啲廣告咧，絕大多數嘅可能性都係啲高仿製造嘅產品，因為任何廠商啊有能力去承接一啲大品牌嘅代工，即係表示佢哋本身已經具備一定嘅規模同埋資本能力，而且咧已經簽署咗保密協議，佢哋唔會隨意咧就咁樣去做臭自己個名嘅。咁關於 TikTok Shop 呢個功能咧，好可能就係 Donald Trump 政府想美國企業收購 TikTok 嘅主要原因之一。買到 TikTok 就更加可以準確咁樣知道跨境電商嘅動向。咁 Donald Trump 政府咧一直都好想希望利用收購 TikTok 嘅控制權，作為緩解中美貿易戰措施嘅一部分。而家中美雙方最大嘅問題就係事情已經喺民間越鬧越大，導致到啲領導人一定要企硬，甚至乎咧就連邊一邊優先去打電話過去咧，都已經係一個示弱嘅行為。咁中方嘅立場咧，而家就好明確㗎啦，就係唔能夠再去出現第一次貿易戰嘅時候，當時嘅中國副總理劉鶴飛過去美國白宮簽署貿易協議嘅畫面。而 Donald Trump 政府嘅第一個任期，對於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當時嘅目的咧就係為咗要保護本國嘅產業，同埋希望中國去購買更多嘅美國產品，去縮減貿易逆差。咁當時大家面對美國嘅25% 關稅，好多嘅企業咧都係採取共同承擔嘅方式，而有唔少嘅企業咧亦都唔係坐以待斃嘅。由2018年開始，好多企業都用轉口貿易方式去規避影響，例如佢哋會將一啲半製成品運運到去第三個國家進行加工，然之後再轉口到美國，又或者咧喺其他國家進行設廠，直接喺當地生產，規避美國對中國嘅出口限制，例如越南同埋墨西哥等地。咁去到 Donald Trump 嘅第二個任期，佢嘅關稅政策咧已經涉及大量國家，正正啊就係要針對中國企業去規避呢一啲嘅手法。根據《華爾街日報》4月15號嘅報導，美國咧就計劃同埋70幾個國家進行貿易談判，要求佢哋限制同中國嘅貿易同埋投資，用嚟換取美國去降低呢啲國家嘅關稅同埋貿易壁壘。美國財長貝森特喺今年2月底嘅時候咧，曾經同彭博講過，如果墨西哥對中國商品加徵同美國一樣嘅關稅，就係一個好好嘅姿態。咁佢仲講到啊，如果加拿大都加入嘅話，美墨加三國就可以組成一個北美壁壘，阻止中國商品去進入呢啲地區。咁呢個構想咧，係美國去試圖喺區域層面上面去孤立中國嘅一個例子。咁美國政府呢啲嘅舉動咧，背後嘅目的亦都好清晰，就係喺經濟上面孤立中國，削弱中國嘅經濟實力。同時之間咧，希望喺中美貿易談判上面佔上風。貝森特認為啊，如果貿易夥伴係可以配合到，
中國企業就好難去經過第三個地方去繞過美國嘅關稅同埋其他限制措施，中國嘅經濟影響力就會被壓制。除咗用關稅，而家美國可能會朝向發動金融戰，又或者用冷戰嘅方式，想喺全球範圍入邊拉攏更多嘅盟友，經濟上面圍堵中國，例如切斷中美之間嘅經濟往來，甚至乎將中資企業從美國股市上面除牌。喺4月9號，貝森特接受 Fox News 訪問嘅時候表示，咁佢講到咧，一切嘅選項都已經擺咗喺台上面啦，但係最終嘅決定權咧就喺 Donald Trump 手上，即係咧要要挾中國企業唔能夠再喺美國市場進行融資。不過呢個消息一出咧，最開心嘅一定就係港交所，股價咧喺當日就已經立即升咗7% 啦。除此之外，貝森特仲提及到 Donald Trump 政府想幫拉丁美洲嘅國家去避開同中國喺非洲達成嘅協議。咁佢就講到啊，中國喺非洲咧用一啲援助方式去換取礦產資源，令到非洲國家嘅債務增加。美國咧就希望一啲嘅拉丁美洲國家唔好再行呢一條路。咁關於呢個言論咧，其實就已經超出咗貿易戰嘅範圍。咁呢一種係向其他國家進行宣講嘅方式，亦即係有種咧冷戰時期拉朋友嘅意味。貝森特嘅基金經理工作生涯最為人熟悉嘅就係當時協助索羅斯基金成功追擊英鎊，導致英倫銀行被逼同德國馬克進行脫歐，令到索羅斯一口氣大賺咗10億美元。咁根據佢過往嘅訪談之中咧，咁佢係集中去關注各地政府嘅官員、央行同埋企業所犯嘅政策錯誤。貝森特強調啊，美國目前而家嘅問題咧，就係同1992年嘅英國有驚人相似嘅地方，就係華爾街欣欣向榮，但係實體經濟嘅民眾咧已經深陷困境，而聯邦政府嘅支出咧就高到好似歐洲嘅社會主義，最終受到傷害嘅就係中產階級同埋弱勢族群。咁關於索羅斯追擊英鎊事件，其實咧就可以同90年代美國嘅克林頓總統決定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同埋批准中國加入 WTO， 將美國嘅製造業外包到中國同埋墨西哥嘅歷史，可以夾埋一齊去睇，去做個對比。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我之後再會去做一條獨立嘅影片，唔知你又點樣睇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以上就係今條片嘅全部內容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啦。我係嘉利，講嘅係投資經濟理財、做生意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